韩国瑜在高雄市长任内被戏称是韩导。今天容我为大家介绍另外一位导演。最近媒体有在报道，2026年中共北戴河会议，这是民进党行动中常会赖清德国台语双声带，将这一次年底选举的胜败当作是中国对台策略有没有成功的指标。绘声绘影描述北戴河会议的内容赖清德好似身临其境。这个新闻的源头是2026年8月10号，赖清德身边的国安人士透过中央社放话，8月11自由时报头版头大篇幅的报道，8月12赖清德说的这句。最近媒体有在报道，乍听之下很像是赖清德在引述媒体的报道，但是无论中央社或自由时报他们的消息来源都是赖清德的幕僚、国安人士。我想请问各位网友，赖清德是不是在打恐共牌？赖清德是不是在玩认知作战？赖清德是不是赖导？